2023年世界棒球这个经典比赛，过10天就要比赛。透早官方高公布宣传相片，即摆台湾无漏交有放陈冠宇真飘飘的投球的相片，还佫有放多米尼加老将克鲁兹、美国队三垒手艾伦纳多甲南韩游击手金河成，好球迷是真惊喜呢，真意外。有网友直接发讲台湾 No.1，还佫有人啊抛出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讲要互世界看到台湾。2号一换。 再来一个变化球。陈冠宇26号对中信兄弟的新赛，面对5打小球喊一支安打，2败3胜，无失分，摕到中继成功，目看上国际媒体。 世界野球经典赛剩10天，今仔日卖奖夜搁一摆铺宣传的相片，画面看起来这位就是陈冠宇沿投牵球的相片，包含多名人家老将克鲁兹、美国队三垒手艾伦纳多和南韩游击手金河成摆做伙，这个画面互球迷看甲真感动。这摆 WBC 总算甲台湾记条条，下口真侪球迷拢来闹话，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和真侪加油的声音，各有人抛出旗啊，拢来支持中华队。 应该是说，我觉得能在上面就是一个荣耀啊！我也希望这次2023年是我们中华队可以让球迷感动的一次的中华队。不过，进前2月份 WBC 一波宣传，当时亚洲老交主办单位中华队和球迷拢真无欢喜。在咧中华这帮大联盟的抗议之下 ，WBC 主席金什么对这件性爱代志，甲大家回释咧，讲无说你老交中华队成员对台湾的民众感觉真歹势。 WBC 宣传的相片有陈冠宇的身影，和球迷拢真欢喜。今晚比赛剩10天，球迷嘛期待中华队会当摕到好看成绩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